另外，你65岁以上长辈，差不多每一天拢会来活动中心学习新的课程。这回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团队，为了让大家伫厝摆脱一般看到拢是平面单一镜头，现在透过机上啊新开发的 App。看到却是有360度环境效果，嘛互长辈时段感觉相当的新奇，纷纷来体验操作，大开眼界。看起来就是广角性的啦，就是像咱身临其境那种感觉，像咱伫咱家咧看物件，四颗轮灯拢看会清楚安尼。操作非常好操作啊，可以360度的搜寻啊，操作很简单啊，就左右啊、上下啊，搜寻自己要的位置啊，想要仔细再看一下的位置，这样。这条软体因为佫有设计按赞留言的功能，嘛是伫厝陪老大人甲电视有双向互动的机会。加上先看台南有倒一搭新鲜好耍，请大家到户外行踏。很多老人他都会在家里面，没事就是守着电视机，然后守着电视机呢，没人跟他讲话，然后他可以拿着遥控器，可以用语音的方式跟电视做一个小互动，然后有什么想法的话，他也可以直接透过电视机来做一个小互动啦，就等于说自己才不会那么无聊。然后呢，觉得这张影片不错，还可以一个赞。然后这些都是可以透过语音或者是直接遥控器操作就可以了。对中小企业来讲，为了永续经营，一定要求新求变，持续创新研发。所以中嘉宽屏三冠王相助车团队特别用电视360在家实景旅游为主题，申请台南市经济发展局113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计划，希望协助台南成为文化观光整合的利器。最主要是要让长辈体验一下新的这种看影片的方式，而不是都只是看这个平面的。那它可以利用我们遥控器的上下左右键，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影片里面的全景。那另外我们也有一些互动的功能，那譬如说你可以按赞啦，那你可以去表达说，我已经在这个节目影片里面是一个观看者啦，那或者是我可以用语音留言的方式来表达你对这一支影片的心情，所以这个会是给我们长辈在看电视的一个非常全新的体验。中嘉宽屏情景地方除了小介上新的360实景影片给大家，嘛持续巡回社区，甲大家伫媒体爆炸的年代，如何分别真假消息，让每一个人拢拥有批判、查证等媒体素养的能力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